我袂记试，好来，我即马试咧。好，好，有啊，开始啊。好，感谢各位吼，我歹势，互各位稍等吼。主要是我实在是时间真晏吼，下班去运动1点钟转来，食饭食到多食煞啦。摇头一看，已经时间多到，拄啊好到，所以才点样这个设定吼。好，咱煞只昨看吼，昨是讲就是甲迄歌，我看嘛。我记得是三条蛇人吼，主要是昨看到是9月16即天吼，主要是讲因到噶玛兰遮啊，甲即个噶玛兰遮的人，算派人出去放消息啦，讲你若服从阮吼，纳一滴仔钱安尼就好啊吼，你若算你纳一滴仔钱，就是算我的朋友安尼吼，袂甲你咱看安怎写吼，写了我感觉伊写了真好啦吼，连一支头毛都袂对你的头壳顶扣落来吼，恁的物件袂去用偷摕，袂去用拷刣，学刣是拷刣，歹势，即字佫袂记啊。颠倒是伫恁对抗恁的敌人的时阵，阮会甲恁支持吼。好，这是昨的，咱就继续9月17号。指挥官命令将作战用的火药以及所有军队需用的物件，拢搬去陆场吼陆地，并且下令妥善安排搬运即寡物件即个次序吼，即个秩序啦吼。并且分发每一个士兵8公分的粮食，就是每一个人约差不多3磅的麭、3磅的肥肉，甲2磅的肉吼。咱讲有油的叫做肥肉，无油的咧。爸比你可毋知吼？无油叫做赤肉。安尼吼，赤肉羹。爸比，你毋捌听过吼？赤肉羹听过啊，赤肉羹。安尼吼。食迄个食物啊。你知影啥物叫赤肉？赤肉啊，散的吧。赤身，散肉啦吼，散的猪肉，叫做赤肉吼。有朋友要赞。对。好，咱转来遮吼，毋是散肉吼。我看嘛，伊嘛写瘦肉，我看个原册是安怎写吼。瘦肉是华语啦，所以我定定讲即个新闻啊，即个中文版吼，实在是不得不切啦。有时写华语啊，有时写台语，我就毋知安怎读。哦，赤肉日文版写讲就是不达尼库诺阿卡米吼，就是猪肉赤身吼。伊安尼写，当然华语你若写瘦肉，大家都看有嘛吼，无伊嘛毋知要安怎写，这样会当理解啦吼。赤身的猪肉吼，你若写赤身的猪肉，我看大家嘛看吼。好，赤身是日语吧？好，日语咱来看一个啊，日语甲台语我拢出看。赤身，汉字赤身。
汉里恰心是肉体哦，赤身裸体哈、哦，所以是台语内底是无迄个三把意思啦，无恰把意思吼、哦。啊，日语呢？日语的恰心。Akami red flesh of a fish 哦，或者是 red fleshed fish 就是红肉哈，或者是 lean fish lean meat 就是赤肉哈。好，好来，咱转来第二只讲分发每一个士兵8公分的粮食，每一个人约了3磅的胖，3磅的肥肉，甲2磅的赤肉。即工所做的即寡代志，就安尼过去啊！吼，就算今仔日就敢若分即寡物资，吼，每一个兵安尼就一工就过吼。9月18，约落伫个上午9点钟，指挥官带领军队航往陆地，以便要即个盘过迄座上低的山吼。迄个华语讲越过那座最低的山吼。台语爱叫做盘过吼，盘过迄座上低的山，离开迄个挖阔的海湾吼，行往加马兰湾，但是必须伫遐停靠像海水上低的时阵吼，最低潮的时阵，以便会当对迄座山骹。沿着即个海滩吼前进，约落伫个中昼的时阵，就是12点开始行军。迄座山骹的迄条路非常的歹行，毋过只行2点钟就行入去加马兰湾。我相信你若是对宜兰即个位啊有熟的，可能你就知影你讲倒位吼。我是毋知啦，因为我无熟啊吼。上低山离开迄个挖阔的海湾，行往加马兰湾吼。啊，沿迄个山骹，沿海滩行吼，行2点钟，就歹行。讲即条路就歹行，爱行2点钟才行入去加马兰湾吼。沿着一条又搁好又搁平坦的沙滩前进啊！稍等下，我开一下地图吼，林捌一下宜兰。哎，我的电脑在个什么？为什么发出这奇奇怪怪的声音？好，地图拍开。毋知影伊船到底是停去倒位啦吼，但是伊对停船的所在行入去即个加马兰湾吼，应该就是讲加马兰即个所在啦吼。爱搁行山路行2点钟哦吼。毋知倒位吼，好，咱继续看，转来第几只？讲要暗啊，约了5点钟的时阵来到一个叫做巴瑞辛纳瓦的村社头前，该村社距离海岸约了一个大炮的射程吼。一个大炮的射程无介远啦吼，目睭看会到的所在啦吼。伫遐，阮用几间啊原住民的厝、原住民的房屋做营房，阮伫迄内面，宿营吼，
宿营啦吼，宿营。巴瑞辛那话伊无注卡啦，所以我嘛毋知这是啥物所在吼。好，咱继续讨论。伫即个当中，上述的巴瑞辛那话社的酋长甲真侪居民，以及塔勒比湾社和毛达尔社的人，拢来阮遮。因对阮遮派出去的金包里人甲淡水人。知影讲，阮来遮的用意甲原因，吼，都是昨昏昨日吼，昨日派这金包里人甲淡水人去放消息嘛，四过去放消息讲因来顺服阮，就是安尼啊，阮会甲恁安怎支持安尼有无吼？啊，所以因对即个金包里人甲淡水人遐知影讲，阮来遮用意甲原因。所以对此显然真欢喜吼，所以真欢喜啦吼。前来欢迎阮，并且来表现因的关怀吼，乐意帮赞，炸真侪竹仔来，也炸清水来，互阮的士兵来啉，并且同齐来到上述的宿营的地方。指挥官阁下就按照长官阁下命令吼，甲指令来说明讲，阮来遮用意甲目的，并且命令因爱转去转告因厝边的人村社吼，招因来吼，招因吼，明仔载爱阁来伊阁下遮吼，来因会答应啊，因就讲答应讲会安尼啦吼，因会转去招人来吼。好，阁来是9月19。4时的好天，今仔日上述的村社酋长，该同另外7个村社酋长来指挥官阁下遮吼，真正等于招7个村社。指挥官也将阮来遮的原因以及长官阁下对因的要求甲意向，加上指令所写的准确而且真正确而且真完整来甲因讲，因对此拢乐意真欢喜来接受，并且。承诺讲将会确实来记条的，并且来遵行实践。不过，请求讲，允准因用米，就是每一户2袋米来代替用落皮来缴纳每一年的贡税，吼，的年税，吼，因为因拍拉得到真少，吼，落皮。因甚至着爱迄个住伫咧山里甲山区的人交换走落皮吼，算因拢种田啊，着对，无咧拍啦。对此呢，指挥官甲允准，认为讲用米甲落皮来纳税，对公司拢共款有路用，但是对着讲要爱因随缴纳上述的贡税，因请求原谅讲。现在因大部分的人当你无用你挂条啊，而且是因你举行做庆的时阵吼，节庆吼，做庆的时阵吼，9月19挂条啊，那会遮晚 ，OK， 因此无法度真紧来收集上述的贡税。当然，咱袂当用即嘛，即个建筑的即个方式，或者是讲即嘛建筑的即个时期吼，来和迄当中比吼。你若讲即嘛台湾除啊要修成吼，一般是2挂吼，头一挂是头一挂是当时啊。太久了，我真正袂记了。头一挂是当时，过年后差不多新历的2-3个月时阵就开始布产。啊，头一挂应该是我记得是咧歇热的时阵吼，暑假吼，囡仔咧歇热的时阵，所以差不多7月。啊，第2挂呢？第2挂是过年前，但是过年前差不多可能是新历的12个月时阵吼。所以就是冬天甲夏天甲热天甲寒天的时阵一挂呢。啊，所以9月我感觉
怪怪吼，因为安怎讲就伤晏吼。以阮较早我印象就是叶热，就是7个8个，上晏应该是8个就挂吼，应该是7个人，就是7、8个啦吼，我无啥会记啊，太久了，我离开庄卡已经30几冬啊吼。好，所以我感觉若怪怪吼，遮尔晏吼，但是毋通袂记吼。台湾的猪仔是经过日本人改建过吼，品种啥物拢改过，所以毋是即马即当阵吼，因即当阵佫是啥物在来米吼，即马台湾拢是蓬莱米吼，蓬莱米无共啊吼。好，讲即马因大部分的人拢无用咧收挂猪仔，而且是因咧举行做庆的时阵吼。等下对注卡第5个，看到底是啥物做庆。哎呀，要求的后上下底佫真歹扭啊！第5讲，因的做庆称作 Marnas， 可能就是丰年节吼，丰年节。好，第5个注卡，因此呢，无法度吼真紧来收集因所答应的讲事。毋过因答应讲，上述即个收挂甲做庆过去了后，会随将迄寡讲事全部老老实实来送到归人城堡去，并且以后逐年拢会如此来继续交纳。对此，指挥官就以装作勉强接受的态度来答应因，但是特别来警告因讲，迄寡讲说袂使有倒欠吼，或者是对公司有不利的情形吼，若无会受到严重的处罚。这是9月19，过来是9月20，落雨的天气。今仔日又阁有2个春社的酋长来阮遮。我伫咧想讲，为虾米过2挂时间，敢若无啥共？3个到7个，差不多4个月啊。3个到7个到4个月，8个到12个嘛，差不多4个月，安尼无毋对吼，差不多3个报产，7个收挂，8个报产，12个收挂，安尼差不多是安尼。9月20，落雨的天气。今仔日又阁有2个春社酋长来阮遮吼，因含其他春社酋长共款，拢接受了上述的提议，并且答应一切确实要遵行。但是 social 这我袂晓念吼，伊是写沙货社吼，social 吼，即个社。沙货，即个货是我是读对啊，读毋对啊？我连华语都不介清楚，即个华语要安怎读？汉字查者简字典，读做核吼，核就是跨的山谷通达，功夫开跨大开展，叫做豁达迄个豁啦吼。所以这开什么开啦、扩大开展吼，就是迄个核达吼。你若要这用简字典遮来写法吼，核达 HAT 吼。好啊，所以即只呢，沙核社吼。当然，OK， 我伫遮写，咱就安尼读吼，是有拼音啦吼。有罗马字 SOCHEL 吼，这我都不晓读咧。沙核啦吼，沙社哦 ，OK， 当然是只吼。但是讲今仔日来2个春社嘛吼，讲因的遵行吼，会确实遵行吼。但是呢，
但是有另外两个村社呢，却完全以算啼笑吼，算无认同啦吼。伊拍因的即个骹后顶，含其他极为侮辱的态度来看待阮的提议算荷兰人无你甲你信道啦吼。这两个社就是沙哈社甲基里班社基里班这两个社，骹后顶就是脚后跟啦我应该是无读毋对啦我足久无讲到即个事啊，我试看卖啊骹后顶敢若我的声调读了毋对去骹后顶是骹的后，这是写啥？我看无。骹甲肚，骹甲肚。我著要用日语来查即个骹后顶、骹甲肚。哪一部？骹甲肚，起比斯，骹甲肚无安尼，我来查起比斯。骹甲肚，起比斯就是 heel heel of foot，heel 就是跟嘛，脚跟嘛华语叫做脚后跟嘛high heel 就是高跟鞋嘛宽大heel 脚后跟或者是踵摩肩接踵一直踵，日语读做骹甲肚或者是起比斯。台语呢，就读做骹后顶，骹后顶或者是骹后踭、骹后底就是底是就是漳州腔啦好，我转来第几只？沙哈社甲这个基里班社咱知影这两个社土皮疼毋知影荷兰人的厉害所以因安怎呢？嘲笑就是甲因踢笑啦拍因的骹后顶当然这是可能迄搭阵原住民的做法甲你侮辱就对了用手拍因的骹后顶，含其他极为侮辱的态度来看待阮的提议，讲
对阮荷兰人无所求吼。咱即马当然无法度通理解拍卡后阵是啥物武力法吼，即马可能迄个甲迄个中指吼手指头中指徛起来，就颠倒较武力啦吼。啊，当然无共文化，无共的做法吼。比如讲，你若伫咧圣经内底看讲犹太人因伫古早时代是安怎武力法，因是敢若用骹土，踮咧土骹站的安尼吼。好，因讲对阮荷兰人无所求吼，也完全毋愿意来服从伫公司之下，更加毋愿意来缴纳任何的贡献吼。阮做阮去吼，因毋惊阮吼，因坚强甲会当抵抗阮，真乐意看着阮吼。诸类吼，蔑视的话吼。即个蔑视我应该无谈着啊，查看觅啊，蔑视吼。蔑视是蔑吼，蔑视，我都要读蔑视吼。结果蔑伫台语内底是蔑骹蔑袜子啦吼，包骹的布叫做蔑。我看觅若用白话来讲，要安怎讲法呢？我看觅规则内底有蔑无？蔑字无？规则无？汉字。OK， 轻视侮辱吼，伫台语有一个词叫做冒失、冒刷吼，拢会使，两个拢会使吼。冒失、冒刷是轻视侮辱，例句是冒失人真忝吼，就是你轻视侮辱人真忝啊，共轻视甲真，共侮辱甲真忝吼。冒失或者是冒刷。冒刷伊无才调吼，就是看轻伊无才调啦吼。哇，这两个词其实我从来毋捌听人讲过呢。我伫咧台语圣经嘛毋捌学着即种词呢。冒失、冒刷吼，各位当作新词甲学起来吼。蔑视啦，冒失吼，伊是安尼，这音是安尼读的吼。冒失，伊若汉字是写灭食吼，食是迄个月食迄个食吼，注食吼，酒糖酒迄个食吼。冒失人真忝，冒刷吼，刷伊是用瞬间吼，目字边迄个瞬间，灭瞬，冒刷伊无才调吼，拢是看轻人的意思吼。我看一下日文版，冒失，日文版的冒失吼，就有，伊就用蔑视即个汉字来解释吼，蔑视吼，卑之思路，轻蔑的意思吼，冒失人真忝吼，共轻视甲真忝吼。另外一个是冒刷，我看一下原文。我甲口啊甜甲卷起来，赤肉是甲卷起来。冒失，搁来是冒刷。冒刷伫遮共字呀哈。米克比鲁，阿纳多鲁，卡隆斯鲁，米萨克鲁，啊，这拢你爱知影日语的人，你才听有啦吼，或者是才看有，但是
就汉语来即个译的，大概我知啦吼。安那多鲁即个伊写即个侮辱吼，华语读做侮辱的侮吼，敢若写安那多鲁吼，或者是卡隆斯鲁写一个钦吼，毛刷伊无在调吼，看不起他啦。即嘛华语用安怎讲？我袂记啊，真正定听着，即嘛说一下想袂起来。笑你不敢哟，就是这个意思啦。我笑你唔敢哈，毛刷伊无在调啦哈，毛刷伊无在调。好，咱转来字车哈，这词尽量学起来啦哈。诸类、此类哈，毛写的话，或者是毛刷的话。因此呢，指挥官甲议会就决议讲，计划伫明仔载，若是天气许可，要去找上述夸口讲大话的人，要来攻击因吼，算恁真好打啦吼，恁甲安尼讲，安尼就我若无客气吼，第二天就要甲恁拍。9月2，咱过来看天气许可，无？9月2。早起，阮出发前往上述的沙社，来到基里湾的溪边。这个基里湾，我毋知在地宜兰人听有无吼？基里湾距离上述阮宿营的所在约1点钟的路程吼。伫遐必须要用原住民的小船来渡过河，算爱。各溪啦吼，各一条溪。迄时呢，有一只小船平船，因为该河真深吼，地下有一个士兵淹死，而且落起大雨，因此呢，即个天甲即暗吼，阮就必须要伫河对岸的一个小村社，叫做摩达尔社来停留吼。摩达姆之前有讲，即摩达姆社有来共识，有来答应讲要顺从吼。好，所以就天气无许可嘛，无法度通去拍即个沙社甲即个基里班社。好，咱来看算第3天啊，吼，9月22号。哎呦，看一下时间，还有15分钟。安尼个看会着吼，看会着因敢真正去拍即个社吼。9月22我看是有啊啦吼，9月22较长。9月22早起好天，阮着继续上路吼，继续即个路程。行了差不多半点钟路程了后，半点钟是无介远吼，但是因为都军队嘛，咱算较慢的。一般人半点钟可能会当行到3公里可能有吧，哦，半点钟，半点钟可能有法度3公里。行半点钟了后，行半点钟的路程来到巴里莫河的支流，阮着对遐沿着该支流来往内陆前进。迄是一条真歹行吼，真歹的路，有时啊爱经过发一个芦苇的所在，芦苇啦吼，芦苇大概是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大概芦苇其实伫台湾敢有这物件？芦苇吼，真正台里大书店就收这个音，芦苇。我来 Google 一下芦苇。路笛哦，
路德阿科哦，是生长伫沼泽、河沿、海滩等等的湿地的一种食物，遍布伫全世界温带甲热带的地区，所以意思是台湾嘛应该有就对了。我伫 New Jersey 遮是看会到芦苇啦吼，但是我著可能较毋捌看过台湾较常看到的迄叫做干网吼，这是无共物件，看起真神，但是是无共物件。我嘛毋知台湾有芦苇无吼，咱就当做有啦吼，因为伊安尼写嘛吼。有时爱经过发芦苇的所在吼，当然路就歹行吼。伫遐，阮必须爱家己开路，有时啊沿着河边爱行入去上水的河里，着河边无路啊，行入去河里。伫迄河里吼，有时啊水深到小腿的一半吼，九个里阁算诚热吼，所以应该袂甲艰苦啦吼，但佫撩开吼。有时深到即个小腿的一半吼，到即个骹后肚遮；有时呢到骹头捂吼膝盖；有时啊水深到腰的所在吼，拢爱行伫即个烂土无沟内底吼，非常的辛苦歹行吼。下晡行过该河的一条支流了后，来到一个大平地吼。你若捌去溪埔边行过河，一条过溪，你知影其实真正足歹行，因为路无平吼，坎坎坷坷吼，你搁烂看吼，所以我会当理解，真正足歹行吼。好，来下晡行过该河的一条支流了后，来到一个大平地吼，距离上水的沙哈沙社吼，约了1点钟的路程吼。距离这车搁1点钟哦，哇！所以无怪因敢放刁讲好等你来，遮歹行吼。伫遐小可休困，食中昼顿，并且准备要攻击，然后继续前往上水的村社，经由一条两边拢有发芦苇甲一个刺破杂草的挖开的路吼，经过这条路吼，两边。毋是芦苇，就是刺破杂草，诚歹行啦吼，想会到吼。因此伫遐呢，视线无讲介大，就是目睭无法度看足宽所在啦吼，拢微调的嘛吼。来到迄个村社附近，有几阵啊，即个原住民吼，几阵哦，原住民匿伫迄个路边的草丛内底，伫阮。伫阮的前头部队发现因以前都来甲阮攻击来袭击吼，用箭来射中2个人，因立即死亡，随死去，叫迄箭射着随死去。该部队发射步枪，迄寡恶徒吼，就随着拢逃走，就枪一拍出去，我。大家拢紧选吼，行过迄条挖开路，来到该村社头前的一片平坦淡，而且即个烂看的稻田，哦，你若水田你看过嘛吼？迄拢顶头一顶水下底，其实拢是土白膏啦吼。来到即种稻田头，来到该村社头前的一片稻田遮，伫遐。有一大阵原住民徛咧，要来对抗阮，所以就因来瞄准弹枪。根据所看见，差不多拢有弹着吼，无可怀疑，因有几个人被弹死吼，倒伫涂骹。上述的原住民就立即倒入去草丛内底，因此呢，阮无法度通追捕，军队全部拢来到。拄则讲的即个稻田遮了后，随着下令行动，无休困吼。
行动啥物，咱继续看咧。期间，指挥官派几啊部枪手该动56个死仔人去扛迄2个被箭所射死的士兵来，对，甲因家己的士兵扛过来因来到遐，看见原住民已经来脱掉其中一个士兵的衫，并且甲伊甲伊的头夺落来抢去，甲伊的头抢去而且甲伊的武器同齐拢做一个炸造。不过，另外一个士兵因还阁无来甲伊卡过，阮就甲上述的尸体带到即个草莽里，尽可能来甲因暗藏起来，因为阮无时间，也无迄个工具来甲因抬无多人甲因用土甲因抬所以，阮继续前进，进入到迄个村舍，遂放火，甲迄个村舍烧掉。因大部分的厝后拢堆满即个树甲即个树啦树是啥物啊？树是麦仔我先查一下树，即个树要大概要怎读？玉蜀黍迄个黍这我咱较早捌查过的款黍是读做水还是水大水仔米，大水这拢是读第2声水仔米是读第3声番薯，水仔，你若要读第2声是水仔米水仔米水仔米树嘛会读做树啦，但是我看白话可能读做水还是水啦水仔米。讲因大部分厝外拢堆满水甲树当也无嫁随低垂嘛夜幕低垂，也无嫁随的时阵，退出该村舍，来到距离该村舍约半个步程射程的一个平地上，阮伫遐过年，四周围拢派出哨兵。伫咧听到或者是看到啥物，就继续发射步枪就连续发射步枪来，不管看到乌影就开枪互阮伫咧暗暝不治被攻击，嘛有落一滴雨，但是无啥物问题所以即一工，因就真正来甲即个沙哈沙社教示一遍主要是放火，甲人物件，甲人厝规烧掉嘛，甲规个村舍烧掉，这是较恐怖9月23早起好天，搁再去放火烧毁坏所存落的厝，甲昨昏所留落来所在烧差不多2-3点钟，然后离开遐。即个9月23嘛，落长但是咱时间有限可能我看觅9月少9点29分啊无今仔日读到遮啦看伫后手佫足长的啦我看伊若要照因遮安尼沿规路安尼抬真正是好，来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无？来车吧。马文写是9、5月无米兼论月所以迄个是时间进前退后是挂伫我旗OK， 丰年祭合
就是讲沙社吼，就主要是伊个名诶翻译啦吼，即个合字。骹后顶，骹后顶吼，毛石、毛刷吼，路竹、芦苇，玉林吼，玉林可是玉林小姐吼，伊讲台湾有路竹啊吼。所以台湾意思是台湾有芦苇啦吼，但是我是较罕咧看，我嘛毋知伫倒位吼。官网芦竹芦苇，甜君子草插伫倒位，遮有一个马云有搭一篇吼，因则去看吼。所以无共哦吼，真正是无共吼。爸比有甲小抄落来吼，讲是。约落伫个9月10月中间开花，花虽像敢若扫帚同款吼。其实官网开花是嘛敢若嘛是敢若扫帚吼，但是芦苇是较大网，我感觉芦苇比迄个官网较大网吼。好，我毋知影山里大这是啥物？爸比，你敢知？啊？哦，原来是迄路顶诶。哦。哦。哦 ，OK， 好。好，感谢吼，咱礼拜咱搁继续，咱来读即个出师线吼。其实嘛，差不多是安尼读法啦，只是讲出师线伊是台文写吼，无需要我踮遐翻译法甲哩啦吼。所以。你无伫吼，不要紧有兴趣诶，拢会当来听吼。礼拜四是台湾诶，是当时啊，台湾诶礼拜四暗时9点吼。好，再来相反即间房吼。来读即个出师线，所以你若有兴趣，你则加入咱即间房。时间到则同齐来读。后礼拜咱则搁继续，礼拜暗过长工拜一早起吼，咱则搁开始来读即个咱遮啥日子，咱则搁对一工是对一工9月23吼，则开始读起。看因伫个沙下写，搁变啥人吼，搁了后，搁去四界去共拍吼，荷兰人。我相信逐个你看咱倒看较深嘛吼，真正对荷兰人迄个做代志的风格吼，差不多是有一个，大概我知影啦吼，因安怎做吼。好，安尼咱来开房吼，爸比忽然间煞失踪去。不管咱来开房吼，感谢各位，感谢大家。你搁伫啊？安尼好，不要紧，安尼我来开房吼，感谢各位。多谢阿官，多谢大家。多谢。